主后2024年2月11日，三个教会主日礼拜，咱做伙来听读上帝话，记载伫圣经路加福音11章39到36节。无人点灯下伫人看袂到的所在，也是藏伫斗下，一定是下伫灯台顶，通互入内的人看到光。你的目睭是身躯的灯，你的目睭若金，规身躯就光明；你的目睭若灰，规身躯就黑暗。所以着小心，毋通互你内面的光变做暗。你规身躯若拢光明，连一点仔黑暗都无，就会亲像灯光影影伫甲你照，完全光明。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有一个目睭无看见的兄弟，暗时仔伫路边伫行，手提高灯伫照路。边仔人感觉真奇怪，就问伊讲：你目睭都看无，你哪会阁举高灯？迄人讲：我虽然看无着路，毋过因为举高灯，别人才看会着我。原来伫黑暗中举高灯，是要增加家己行路的安全。咱三个教会伫即个中山路入来的走道的所在，有搁加装一支100节的火。即个照明灯，互咱伫暗时出入，毋管行路、骑车、驶车，加正安全。光甲灯对咱的生活的重要性，咱拢诚清楚搁明了，所以也毋免讲伤济做说明，咱就会当明白。新春的期间，有人爱看花灯。花灯除了伊的实用性以外，也有伊的艺术性甲娱乐性。透过种种造型变化的灯，伫暗暝成做真水的灯箱。另外上较特别的是烟火，虽然亲像咧放炮，放无几秒钟，烟火就消失。毋过烟火亲像是烟花，短暂阁水，七彩的光亮，带予人满足、灿烂、幸福甲快乐。无论是电火、花灯，也是烟火，甚至是蜡条火，古早的油灯，拢是咧讲伫黑暗中会当提供光明的路用。对圣经来看，光也有一寡象征性的意义。譬如讲，伫元起头，上帝创造天甲地，地是混沌，还未成形，深渊的顶面黑暗暗，上帝的神运行伫水面。上帝讲着光，就有光。上帝看光是好，上帝将光甲暗分开。上帝叫光做日时，叫暗做暝时，有闲有早起，是头一日。上早的时阵，即个宇宙世界还无形成，是黑暗暗。上帝是光，上帝也创造光。上帝看光是好，所以这是世界的头一日。上帝的话伫约翰福音第1章也讲起，主耶稣是上帝的圣囝，伊道成做人来到世间，成做人类的光，是真的光进入世界来创造全人类。咱
跟对耶稣，因为伊是世间的光，咱若跟对伊，咱就无搁伫黑暗中生活，反倒转咱也要有活命的光。耶稣也甲咱讲，恁是世间的光，恁的光着照伫人的面前，通互因看见恁的好行为，来荣光恁的天父。简单讲，即个宇宙甲世界以及人的社会、人的人生，原本是黑暗的。总是上帝本身是光，上帝也创造光，互即个宇宙、世界变成做光明。佮主耶稣来到世间，也带互咱有活命，也点倒咱生命的光。所以，咱也通用好行为来照光即个世界，甲别人，通用安尼来荣光上帝。人生需要光明，光明的人生，头一项就是爱找到基督做活命的真光，找到基督做活命的真光。伫一礼拜外前，去乐满教会参加顾叶清云祝福团队新生的个别礼拜，伫看个人历历介绍叶团队伊伫囡仔时代，伊的老母大生信主，毋过受厝年的压迫，逼到离婚。13岁时阵，伊的生爸过身，了对伊的后母迁居到伫彰化的田尾，伫遐有熟识一个信主的兄弟，教伊读白话字，阁有一位基督徒的医师借伊圣经诗，通来读白话字。总是伊无信主的后妈，甲圣经诗放火烧掉，逼伊莫阁信番仔教。总是叶团队并无因为安尼就离开基督的信仰，反倒转伊逐礼拜日行2点钟的路，继续去到北斗教会做礼拜。后来伊去到伫台北食头路，也伫少年教会受洗礼。伊阁献身受装备进修，成做团队新生。就算退休了后，伊用6年的时间，也去帮衬一间细间的报道所主持讲道。虽然伊的生母以及伊拢捌因为信仰基督缘故受迫害，总是伊犹原抓入上帝，找到主耶稣做伊活命的真光，伊也行伫光明的人生，直到上帝恩召的时刻，安返天家。主耶稣甲咱讲，咱伫人的面前宣认伊个，伊也要伫天父的面前来认咱。咱若信靠主耶稣，上帝的话就是圣经，要成做咱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也带咱行伫光明的人生。第二，主甲咱着做世间的光。主耶稣讲，咱是世间的光，咱的光也就是咱的好所行，互人看见就归荣光互上帝。什么是咱的光？咱的好所行？新约以弗所书第5章89、90讲：恁前伫黑暗中，毋过现在已经成做属主的人，伫光明中行做着光明囝儿的款式。光明所结的果子是逐款的良善、公义、甲真理。用良善、用公义、用真理，成做咱的光。有好的信仰的见证，好的行为，互圣神来引带伫咱的生活，带领咱的人生。咱的人生就会无共款，
会有基督徒的香味。马该朴素伊的名言是：宁愿烧尽，毋愿受毁。社会牧师伊甘愿做憨人，即款基督徒的精神也诚侪是世间的光的精神。亲像伫咱的台湾话有咧讲，做牛毋惊落田，做遐毋惊暗暝。做牛着拖，做人着磨。咱做一个主的信徒，也毋惊为主背咱家己的十字架来跟对主。第三，咱的性命也要诚做照光别人的性命的光。伫咱的教会最后改做品格营，品格营标语是用生命影响生命。一支无电的手电仔就袂当照光头前黑暗的所在，一支无火的蜡条也袂当引导另外一支无火的蜡条。总是有电的手电仔就当做照明灯，有火的蜡条就当引导无火的蜡条。咱的生命也是安尼，毋过伫你的生命中，你咧回想的中间，敢有倒一寡人是你生命中对你有深远好的影响的人？也就是咱台湾人咧讲的贵人。伫前无偌久，咱有邀请陈丽华牧师转来，伊讲到伊的老爸陈文贵执事，是伊伫成长中间，特别伫信仰上好的模范。咱看圣经，摩西对约书亚，以利亚对以利沙，主耶稣对12使徒，保罗对提摩太，拢是用生命影响生命好的典范。伫咱中间，郭明生长老也时常提起伊阿公高条定长老是伊的好的模范。陈传长老也感念朱聪伟长老的牵挂。检采咱每一个人也多多少少有上帝安排的天使，成做咱的贵人，较好的帮助者。若是咱的，咱也着爱成做即个世界的一盏灯。虽然是真微细，毋过也通诚做照光别人生命的引路者。愿咱的生命找到主耶稣基督做咱活命的真光，也愿咱诚做世间的光，伫咱照会到的角落，咱也要诚做别人生命的引路者、引路光。咱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献上基督感谢，互阮会当诚做一个基督徒，诚做天父的囝儿、查某囝，这是偌尔大的福分，也互阮黑暗的生命以及黑暗的世界，因为有上帝的光，就是耶稣基督，成做阮活命的真光。带阮的人生，阮的社会世界有光明。阮嘛感谢主，互阮也会当诚做一把小小的灯火，点伫即个世界，伫阮的所踮的角落来发出即个光，到伫主你警兆阮的日。阮伫你面前感谢你，赏赐一个新的一年，你的圣神继续引带带领伫阮，献上感谢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上帝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，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，愿伫教会，甲伫基督耶稣，荣光归到万世，代代无煞，阿免。